路加福音好生動咁樣描寫喺嗰一晚好戲劇性嘅轉折。一個尋常嘅晚上，牧羊人按住更次嚟到看守羊群，突然之間主嘅榮光四面照住佢哋。呢一種突如其來嘅神跡顯現，牧羊人第一個反應唔係興奮，而係甚是懼怕。我諗呢個係我哋凡人面對神聖時刻嘅時候嘅本能反應。當無限嘅榮耀闖入喺有限嘅生命裏面，恐懼係好自然嘅。所以天使隨即就發出命令話：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哋大喜嘅訊息係關乎萬民嘅。請留意呢句說話，係關乎萬民嘅。呢份喜樂唔係私有嘅，呢個嬰孩係為全人類而生，包括咗呢一班喺寒夜中瑟縮嘅牧羊人。牧羊人嘅偉大唔在於佢哋嘅身份，而在於佢哋嘅回應。因為當佢哋聽到天使嘅呼召同埋聲音之後，佢哋就立刻嚟到去往伯利恆去睇下呢件事係乜嘢嘅事。因為經文話，這是主所指示我哋去嘅。呢個係信心嘅跳躍。佢哋冇遲疑，冇計下成本，究竟咁樣走啲羊點算呢？路途有幾遠呢？佢哋就係咁樣單純憑住信心立刻行動。真正嘅喜樂往往嚟自於上帝嘅呼召，我哋能夠即時回應。如果佢哋猶豫咗，如果佢哋等到天光先再講，或者佢哋就會錯過咗馬槽裏面嘅嬰孩。真正嘅喜樂係屬於嗰啲聽見就行動嘅人。